士之外呢，新加坡都有嘅，不過個名就比較長啲，叫做富豪奧林比安啊。咁陣間呢，我哋就會同小記者一齊去睇下嘅，咁陣間見啦。電子顯示路線牌、車身降低功能，仲有特闊嘅座位添，都係香港新式巴士嘅標準裝備。不過對於長期炎熱嘅新加坡嚟講，呢啲全部嘅設備都係首創嘅。好似今次就由我哋巴士迷俱樂部嘅小記者親身去到新加坡採訪最新嘅富豪奧林比安巴士啦。呢一部新加坡巴士有限公司嘅最新型號富豪奧林比安，車身全長係12米，同本港常見嘅富豪奧林比安一樣，配上富豪歐盟2型引擎，但係車身呢就使用咗澳洲嘅 Volgren 嘅產品啦。佢嘅一幅式擋風玻璃同埋無窗式嘅車尾組件呢，雖然都係新加坡雙層巴士嘅標準設計，但係佢嘅車身下降功能、單一級嘅地台等，都係新加坡雙層巴士嘅先鋒嚟㗎。駕駛室嘅設計亦都好先進，上層同埋車尾都設有閉路電視嘅，方便車長倒車嘅時候或者監察上層情況。雖然呢部富豪奧林比安巴士係低地台嘅設計，不過車上面就冇設到方便輪椅使用者嘅前門斜板同埋輪椅專用位嘅。喺前輪後嘅低地台區就設有3個橫向座位，樓梯後面呢就係企位區啦。喺香港呢就俗稱為水塘。上層嘅配置呢就同一般嘅雙層巴士呢就冇乜分別嘅，但係就引進咗較為闊嘅獨立座位。下層中軸同埋尾軸上面就配備咗6個橫向座位嘅。車廂佈局係以白色為主，配合紫紅色嘅冷氣槽，紅色嘅人造皮座位。下層就有幾個接近車門嘅座位，就係以綠色為標記嘅，作為識別有需要人士專用座位之用。而照明系統就由冷氣槽側嘅連續式光管嚟提供嘅。呢部車嘅車牌就係 SPS 9888Y， 非常之好意頭嘅。佢會派去行走502號線，較早之前呢就係行87號線嘅。相信係因為富豪奧林比安佢嘅低地台好低，所以好多當地嘅巴士總站呢亦都因為加高咗石躉呢，為免令到呢部車車底受損呢，所以就派去行走502號線啦。呢部富豪奧林比安巴士啊，真係獨一無二嘅，喺新加坡行走嘅，所以各位巴士迷如果想坐下嘅話，就要搭飛機去新加坡咯噃。巴士迷，你哋就有福氣咯！香港有好多唔同形式嘅巴士俾你哋坐，但不過要記住，入邊要保持清潔。咁呢，我哋就下集再見啦，拜拜。